三国志卷36属书6。关张马黄赵传。关羽字云长，本字长生，河东解人也。亡命奔涿郡，先主于乡里河途中，而与张飞谓之御武。先主为平原乡，以羽飞为别部司马，分统不取。先主与二人请则同床，恩若兄弟，而仇人广作，势力终日。随先主周旋，不必艰险。先主之袭杀，徐州腊使车胄，时于手下陪城，行太守事，而身还小沛。建安5年，曹公东征，先主奔袁绍，曹公擒于以归，拜魏偏将军，礼之甚厚。绍遣大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，曹公使张辽及与魏先锋击之，余望见良麾盖，策马纳良于万众之中，斩其首骸。绍诸将莫能当者，遂解白马围。曹公即表封，余为汉寿亭侯。初，曹公状与魏人，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，谓张辽曰：卿是以情问之。继而辽以问语，余叹曰：吾及之曹公待我厚，然吾受刘将军厚恩，是以共死，不可背之，吾终不留。吾要当立孝以报曹公，乃去。辽以语言报曹公，曹公议之，乃余杀颜良。曹公知其必去，众加赏赐，余尽封其所赐，拜书告辞，而奔先主于援军。左右欲追之，曹公曰：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从先主救刘表，表卒，曹公定荆州。先主自樊江南渡江，别前与乘船数百骚会江陵。曹公追至当阳长坂，先主携去汉津，是与船相执，共至下口。孙权遣兵左先主拒曹公，曹公引军退归。先主收江南诸郡，乃封拜元勋，以与魏襄阳太守荡寇将军，驻江北。先主西定益州，拜于董督荆州事。与闻马超来，将就非故人。余书与诸葛亮，问超人才可比谁类？亮之，于户前，乃答之曰：孟起兼资文武，雄烈过人，一世之节，秦彭之徒，当与翼的并驱争先，犹未及然之绝伦一群也。余美须然，故亮谓之然。余省书大悦，以示宾客。余常为刘石所中，冠其左臂，后创虽愈，每至阴语，骨长，疼痛。医曰：使足有毒，毒入于骨，当破壁作创，刮骨去毒，然后此患乃除耳。余便身必令医披之，时与士请诸将饮10香，对，碧血流离，盈于盘器，而与各置饮酒，言笑自若。24年，先主为汉中王，拜与魏前将军，驾节钺，是岁，与律仲公曹仁于反。曹公遣于晋助人。秋，大淋雨，汉水泛溢，晋所督七军皆没。晋降雨，与右斩将军庞德、梁、贾、陆浑群，告获尧授与印号，谓之之党，与威震华夏。曹公亦袭许都以避。其锐，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，孙权必不愿也，可遣人劝权蹑其后，许各江南以封权，则樊为自解。曹公从之。先是，权遣使为子所与女，余骂入其室，不许婚。权大怒，诱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。将军傅士人屯公安，素皆贤与亲自己。与之初，君方人供给军资，不惜相救，语言还当治之。方人贤怀惧不安，于是权因诱方人
原使人迎权，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，语不能克，引军退还，权已据江陵。晋鲁与示众，妻子与军遂散，权遣将逆及羽，斩羽及子平于陵举。追谥羽曰壮庙侯，子兴嗣，兴自安国。少有令问，丞相诛，葛亮身弃一之。若冠魏世中中监军，数岁卒，子统嗣，上公主。冠至虎贲中郎将，卒，无子，以兴庶子仪续封。张飞自缢的，涿郡人也。少与羽俱是先主，羽年长数岁，飞兄视之。先主从曹公破吕布，随海许。曹公拜飞魏中郎将。先主被曹公依袁绍、刘表，表卒。曹公入荆州，先主奔江南，曹公追之，一日一夜，及于当阳长坂。先主闻曹公卒至，弃妻子走，使飞将20骑拒后。飞据水断桥，瞠目横矛曰：“绅士，张翼德也，可来共决死。”敌皆无敢进者，故遂得免。先主既定江南，以飞为宜都太守、征虏将军，封兴亭侯。后转在南郡。先主入益州，还攻刘璋，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，分定郡县。至江州，获张将8郡太守严颜，生获言。飞喝言曰：“大军至，何以不将而胆拒战？”严答曰：“卿等无状，侵夺我州，但有断头将军，吾有将将军也。”飞怒，令左右牵去斫头。言色不变，曰：“斫头便斫头，何谓怒邪？”飞壮而视之，营卫宾客，飞所过战客，与先主会于成都。益州既平，赐诸葛亮、法正、飞及关羽各500斤，银1000斤，钱5000万，锦1000匹，其余班次各有差。以飞领巴西太守。曹公破张鲁，留夏侯渊、张合守汉川，和别都诸军下巴西，欲起其名于汉中。晋军荡渠、蒙头、荡石，与飞相距50余日，飞率精卒万余人。从他到邀和军交战，山道则狭，前后不得相救。飞遂破河，河弃马原山，独与麾下10余人从剑道退。引军还南郑，巴土获安。先主为汉中王，拜飞魏右将军。驾节，章武元年，迁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晋封西乡侯，册曰镇，承天序，祀奉鸿业，除残禁乱，为逐绝礼，今寇虏作害，民备荼毒，思汉之事，严谨贺望，朕用达然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整军告示，将行天罚，以军忠义。谋宗赵虎，明宣遐迩，故特显命，高雍进爵，兼司于今。其旦将天威，柔服以德，罚判以刑，称朕一焉，师不云乎？匪救匪急，亡国来急。赵敏、荣公用袭而止，可不免于初。飞雄壮威猛，雅于关羽，为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非万人之敌也。羽善待卒伍而交于士大夫，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先主常戒之曰：“轻刑杀既过差，又日边窝间耳，而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。”非犹不圈，先主伐吴，非当率兵万人，自阆中会江州，临发，其帐下将张达、范强杀之，持其首，顺流而奔孙权。非迎都督表报先主，先主闻非都督之有表也，曰：一，非死
是妃曰桓侯，长子褒，早夭，次子少嗣，官至侍中，尚书仆射。褒子尊为尚书，随诸葛瞻于绵竹，与邓哀战，死。马超字孟起，右扶风茂陵人也。父特，灵帝末与边章、韩、遂等俱起事于西周。初平3年，遂滕律众议长安。汉朝已遂，为镇西将军，遣还京城。滕为征西将军，遣屯梅。后滕袭长安，败走，退还凉州。司隶校尉钟繇镇关中。遗书遂滕，未成获，服。滕遣超随游讨郭元、高干于平阳。超将庞的侵斩元首。后滕与韩遂不和，求还京畿，于是征魏魏，以超为偏将军，封都亭侯，领滕不取，超既统众，遂与韩遂合从，及杨丘、李堪、程颐等相结。进军至潼关，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，超负其多力，因欲图前，捉曹公。曹公左右将许褚琛目叛之，超乃不敢动。曹公用贾诩、某离间超，遂更相猜疑，军已大败。超走保朱荣，曹公追，至安定，会北方有事，引军东海。杨父说曹公曰：超有信，不知勇，甚得羌胡心。若大军还，不言为其备，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。超果虑朱荣发及陇上郡县，陇上郡县皆应之，杀凉州腊史为康，据继承，有其众。超自称征西将军，领并州、牧、都凉州军事。康故立名杨父、姜绪、梁宽、赵渠等。合谋，及超，父续起于鲁城。超出攻之，不能下。宽、渠必继城门，超不得入，进退狼狈。乃奔汉中依张鲁。鲁不足与季氏、内怀、于邑，闻先主为留章于成都，秘书请降，先主遣人迎超。超将兵进到城下，城中阵步，张及击守，以超为平西将军、都领举，因为前都亭侯。先主为汉中王，拜。超为左将军，驾节。章武元年，迁骠骑将军，领凉州牧，晋封毛乡侯。策曰：朕已不得，或祭至尊，奉承宗庙。曹操父子，是载其罪，朕用惨达，趁如棘手，海内怨愤，归正反本。既于低羌律服，勋欲慕义，以君信者北土，威武并招，是以委任，授军，抗杨萧虎，见董万里，求名之末，其名宣朝化，怀保远耳，素甚赏罚，以堵汉户，以对于天下。2年卒，10年40。7. 灵媒上书曰：城门宗200余口，魏孟德所诛略尽，唯有从帝代，当谓为宗血石之计，身托陛下，余无复言。追谥超，曰威侯，子承嗣，代魏至平北将军，进爵陈仓侯。超女配安平，王李。黄忠字汉生，南阳人也。荆州牧刘表以为坐中郎将，于表从子盘贡守长沙攸县，及曹公克荆州，假行皮将军，仍旧故任，同属长沙太守韩玄。先主南定诸郡，终遂委职，随从入蜀。4. 加盟受任，还公刘璋，中常先登县镇，永义冠3军，益州既定，拜魏讨虏将军。建安24年，于汉中定军山籍夏侯渊，渊重积金，中推，封闭境，劝律士卒，今古震天，
欢声动鼓，一战斩冤，冤军大败，迁征西将军。是岁，先主为汉中王，欲用中魏后将军。诸葛亮说先主曰：中之名望，素非官马之伦也，而今便令同列马，张在晋，亲见其功，尚可谕旨。官遥闻之，恐必不悦，而无不可乎？先主曰：吾自当解之。遂于余等其位。次，爵关内侯，明年卒。追谥刚侯。子胥、早梅、吴后。赵云字子龙，常山真定人也。本属公孙瓒，瓒遣先主魏田，海拒袁绍，云遂随从，为先主主齐。及先主为曹公所追于当阳，长坂，弃妻子南走。云深抱若子，及后主也，保护甘夫人，及后主母也，皆得免南。迁为衙门将军。先主入蜀，云留荆州。先主自加盟海公刘璋，召诸葛亮、亮律云与张飞等据宿江西上，平定郡县，至江州，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，与亮会于城都。成都既定，以云为义军将军。建兴元年，魏中护军征南将军，封永昌亭侯，迁镇东将军。5年，诸葛亮驻汉中。明年，亮出军，杨生游斜古道，曹真遣大众当之。亮令云与邓之往拒，而深攻岐山。云之兵弱敌强，失利于击鼓，然练众固守，不至大败，军退，贬为镇军将军。7年卒，追谥顺平侯。初，先主时，为法正见事。后主时，诸葛亮功德盖世，甲晚废伊和国之众，一见事，臣之宠待，特加书奖，夏侯霸远，来归国，故复的事。于是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庞统、黄忠及云，乃追谥，时论以为荣。云子统嗣，冠至虎贲中郎，都行领军，次子广，衙门将，随将为榻中。临阵战死。评曰：关羽、张飞皆称万人之敌。魏氏虎臣，与报效曹公，非亦是严颜，并有国士之风。然与刚而自矜，非报而无恩，以短取败，礼数之长也。马超祖荣富勇，宜复其族，习哉！能因穷志泰，不犹豫乎？黄忠、赵云强志壮猛，并作爪牙、旗冠、藤之图于。三国志卷37属书7。庞统法正传。庞统字士元，襄阳人也。少时仆钝，未有事者，颍川司马。挥青牙有之人见，统若冠往见挥，挥采桑于树上，坐统在树下，共与自纣之业。挥甚异之，称统当为南州市之冠冕。由是见显，后郡命为公曹，幸好人伦，勤于长养，为所称数，多过其才。时人怪而问之，统答曰：当今天下大乱，雅道凌迟，善人少，而恶人多，方欲兴风俗，常盗业，不美其谈及声名不足目起，不足目起而为善者少矣。今拔10失5，犹得其半，而可以重卖，是教时有志者自卖，不亦可乎？吾将周瑜助先主取荆州，因领南郡太守，余卒，统送丧至吴，吴人多闻其名。即当西海，并会昌门、陆基、顾绍全从皆往。统曰：陆子可谓奴马有一卒之力，顾子可谓奴牛能负重至远也。谓全从曰：亲好，师慕名，有似汝南樊子昭，虽智力不多，
亦一时之家也。姬少尉统曰：使天下太平，当与卿共料四海之事。身于统乡，节而癌。先主领荆州，统以从事守垒阳令，在县不至，免官。吴江，鲁肃遣先主书曰：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处置中别驾之任，使当斩其祭足耳。诸葛亮一言之于先主，先主见与善谈，大弃之，以为至中从事，清代雅于诸葛亮，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。将亮留镇荆州，统随从入蜀。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服，统进策曰：今因此会，便可执之，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益州也。先主曰：出入他国，奔信魏者，此不可也。张继还成都，先主当为张北征汉中。统复说曰：因选精兵，昼夜兼道，进袭成都。张继不武，又素无预备，罢军卒至，一举便定，此上计也。杨怀、高沛、张之名将，各仗强兵，据守关头。文术有兼见张，始发遣将军海、荆州。将军未至，遣与相闻，说荆州有急，欲海救之，并使庄、术外作归行。此二子既服将军英明，又喜将军之去，计必成。亲即来见，将军因此执之，尽取其兵，乃向成都。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引荆州，徐还图之，此下计也。若沉营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久矣。先主然其中计，即斩怀沛，还向成都。所过折客，于服大会，置酒作乐。谓统曰：今日之会，可谓乐矣。统曰：伐人之国而以为欢，非仁者之兵也。先主罪，怒曰：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非仁者邪？轻言不当，宜速起出。于是统军巡隐退，先主寻悔，请还。统复故位，出不顾谢，饮食自若。先主谓曰：相者之论，阿谁谓师？统对曰：君臣俱师。先主大笑，宴乐如初，进为洛县。统率众攻战，为刘石所中，卒。时年36。先主痛喜，言则流涕，拜统复为议郎，迁谏议大夫。诸葛亮亲，谓之拜，追赐统爵关内侯，谥曰晋侯。统子弘，字句师，刚简，有臧否，清傲尚书令陈之，谓之所议，卒于涪陵太守。统帝领，以荆州治中从事参政北将军黄权征吴，执军败，随权入魏，魏封列侯，至巨鹿太守，法正自校职，又服封媒人也。祖父真，有清节高明。建安初，天下饥荒，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一刘璋，久之为新都令，后召蜀军议校尉，既不任用，又为其州邑据侨客者所谤无形，至亦不得。益州别驾张松与郑相善，张不足于有位，常窃叹袭。松于荆州见曹公海，劝张绝曹公而自结先主。张曰：谁可使者？松乃举证，郑辞让，不得已而往。郑既还，谓松称，说先主有雄略，密谋邪规，愿共代奉，而未有缘。后因张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据心也。松遂说张宣迎先主，使之讨鲁，复令郑贤命。郑既宣旨，因献策于先主曰：以明将军之英才，乘刘牧之懦弱。张松，周之古公，
以回应于内，然后自益周之。因父逢天府之险阻，以此成业，由反掌也。先主然之。肃，将而西，与张会服，北至加盟。南海取张。郑度说张曰：左将军玄军袭我，兵不满万，士众未附，野谷士资，军无辎重。其计莫若进驱巴西子同明内浮水西，其苍林野谷，必皆烧除，高垒深沟，尽以待之。彼至，请战，勿许，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必将自走。走而击之，则必擒耳。先主闻而恶之，疑问政。政曰：终不能用，无可忧也。张果如正言，谓其群下曰：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避敌意也。于是处度，不用其计，集军围洛城。郑坚与张曰：郑受信无数，蒙好为损，据左右不明本末，必并归咎。蒙耻，没身，入籍执事，是以捐身于外，不敢反命，恐圣听会恶其声，故中间不有监禁，故念素欲，瞻望亮亮，然为前后披露复兴。自从始出至于中，实不藏情有所不尽，但于暗测薄，京城不敢，以至于此耳。今国事以为祸害在速，虽捐放于外，言足增油，犹贪己所怀，以尽于中。明将军本心，正之所知也，实未区区，不欲失左将军之意，而足至于事者。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，未可为信独事，而以义气相致，日月相牵，须求顺耳悦目。遂阿遂止，不图远虑为国生计故也。事变既成，又不量强弱之势，以为左将军陷远之众，两股无除，欲得以多及少，旷日相持，而从官至此，所立者破，离宫别屯，日子零落，落下虽有万兵，皆坏阵之卒，破军之将。若欲争一旦之战，则兵将势力，实不相当。各若欲远其计量者，今此营守已固，谷米已积，而民将军土地日消，百姓日困，敌对虽多，所攻远旷，余亦计之，未必先捷，将不复以持久也。空耳相守，犹不相堪。今张翼德数万之众，以定巴东，入前卫界，分平辎中得阳，三道并侵，将何以御之？本为明将军计者，必为此军陷远无粮，馈运不及，兵少无计。今荆州道通，众数十倍，加孙车其前地及里一干，您等为其后继。若争克主之势，以土地相胜者，今此权有巴东、广汉、前卫，过半已定。巴西一郡，复非明将军之有也。既义周所养为蜀，蜀一破坏，三分亡二，利民疲困，斯为乱者10户。而八，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，敌近则一旦一主矣。广汉诸县，是民比也。又于复与关头实为一州俘获之门。今二门西开，兼城阶下，诸军并破，兵将俱进，而敌家数道并进，一入心腹，坐守都洛，存亡之势，昭然可见。斯乃大略，其外教耳。其余区区，难以此己也。以正下愚，犹知此事不可复成。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事，岂当不见此数哉？但系偷信，求荣取媚，不虑远途，莫肯尽心献良计耳。若是穷势迫，将各所生，求计门户，辗转反复，与今计议，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。
而尊门游，当受其忧。正虽获不忠之谤，然心自谓不复胜德，故为分议，实切痛心。左将军从本举来，救心依依，实无薄义，予以为可。图变化，以保尊门。19年，晋为成都。张蜀郡太守许靖将于城将，失爵，不果。张以为王在晋，故不诛晋。张既击服，先主以此薄晋不用也。正说曰：天下有或须欲而无其实者，许靖是也。然今主公实创大业，天下之人不可互说。晋之福称，波流四海。若其不理，天下之人以是为主公未见贤也。宜加敬重，以劝远近，追袭燕王之代郭伟。先主于是乃后代晋，以正为蜀郡太守，扬武将军，外统都畿，内为谋主，一参之德，睚眦之怨，无不报复，擅杀毁伤夷者数人。或谓诸葛亮曰：法正于蜀郡太纵。恒将军疑其主公，避其威服。亮答曰：主公之在公安也，北魏曹公之强，东旦孙权之逼，晋则据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。当思之时，进退郎拔，法孝直谓之辅翼，令幡然翱翔，不可复。至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？初，孙权以妹妻先主，妹才节刚猛，有诸兄之风，是必100余人，皆亲执刀势力。先主美入，忠心常凛凛，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，故言如此。22年，正说先主曰：曹操一举而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是以图巴蜀，而留夏侯渊、张合屯守，身据北海。此非其志不待而力不足也，必将内有忧逼故耳。今策渊何才略，不生国之将帅，举众王讨，则必可克。克之之日，广农击鼓，万兴四系，上可以轻覆寇敌，尊奖王室，中可以蚕食庸粮，广拓净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，为持久之计。此盖天宜于我，时不可失也。先主善其策，买绿珠将进兵汉中，正义从行。14年，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，袁山烧前，余定军兴山势作，迎渊将兵来征其地，正曰可及矣。先主命黄忠成高谷，造攻之，大破渊军，渊等受首。曹公西征，闻政之策，曰：吾故之玄德不办有此，必为人所教也。先主立为汉中王，以正为尚书令、护军将军。明年卒。年45，先主谓之流涕者累日，谥曰义侯，次子邈爵关内侯，冠至奉车都尉，汉阳太守。诸葛亮与郑虽好上不同，以公义相取。亮美其政治术，先主既极尊号，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，使群臣多见，宜不从。张武2年，大军败击，还往白帝。亮叹曰：法孝直若在，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，就复东行，必不亲为矣。评曰：庞童雅好人流，经学思谋，于时今楚魏之高峻。法正者见成败，有其画策算，然不以得速称也。你之谓臣，统其荀彧之众熟，正其成郭之仇力邪？三国志卷38属书8。许弥孙简一秦传，许敬字文修，汝南平于人，少与从弟少聚之名，并有人伦臧否之称，而私情不协。少尉郡公曹，
还并进不得齿序，以马磨自己，颍川刘因为汝南太守，乃举进季历，察孝廉，除尚书郎，典选举，灵帝崩，董卓秉政，以汉阳州弼为吏部尚书，与晋共谋议，进退天下之事，杀太尉卓，显拔优质，竟用颍川巡、爽、韩荣、陈济等为公卿郡守，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，是中流代为兖州腊使，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，陈留孔宙为豫州腊是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，而迁进八郡太守，不就吴御史中、程复等道官，各举兵还向京都，欲以诛卓。卓怒必曰：诛！君言当拔用善事。卓从诸君计，不欲为天下人心，而诸君所用。人至官之日，还来相图。卓何用察复？势必令出，于外斩之。竟从凶臣相唱，又与纣合归。晋据诸奔纣，纣卒，一阳。周腊使陈一死。吴郡都尉许贡、会稽太守王朗素与晋有旧，故王保焉。晋收恤清理，经济正善，出于人后。孙策东渡江，皆走胶州以避其南。晋身作崖边，先载复从，疏清西发，乃从后去。当时见者目不太协，既至交趾，交趾太守侍谢后加晋代。陈国元徽以寄寓交州，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：许文修因才伟士，智略足以济世。自流荡以来，与群士相随，没有患疾，常先人后矣。与九族中外同其机寒流，其纪纲同类，人数侧矣，皆有效事，不能负一二臣之耳。巨鹿张响，贤王命使交部，乘势目进，欲与士要，进拒而不许。晋与曹公书曰：世路容夷，祸乱遂合，吴却偷生，自篡蛮没，成阔10年。吉凶礼废，习在会稽，得所遗书，辞职款密，久要不忘。或于袁术方命匹卒，煽动群逆，经途四塞，虽现新北风，欲行米油，正理失退，戍兵前进，会稽倾覆，景兴失据，三江五湖，皆为鲁庭，临时困厄，无所控告，便与袁佩、邓子孝等服射仓海，南至胶州，经历东欧，闽越之国，行经万里，不见汉地，漂薄风坡，绝粮如草，积漂见真，死者大半，济济南海，于岭，守而笑得相见，知足下忠义奋发，整饰圆融，西迎大驾，巡省中岳，承此修问，且悲且喜，即与袁佩及徐元贤复共严庄。豫北上荆州，会苍梧诸县夷越风起，州府倾覆，道路阻绝，袁贤被害，老弱并杀，晋寻主崖5000余里，复遇吉利，伯母允命，并及群从，自诛妻子，一时略尽，复相服侍，前到此郡，既为兵害疾病亡者，1112，生民之间，辛苦之机，岂可惧？臣哉，具足颠仆，永为王虏，忧瘁惨惨，忘情与时，欲复奉朝，共使自获既通，归死缺庭，而荆州水路无津，交部一时断绝，欲上益州，复有郡防，故关常立，一不得入。前令交趾太守事威彦，身相分托于益州兄弟，又进义字语书，辛苦恳测，
而复即墨，未有报应，虽仰瞻光临，言谨其种，何由驾义自治哉？至圣主允明，显受足下专征之任，凡诸逆节，多所诸讨，想力尽者一心，顺从者同归矣。又张子云习在京师，至匡往事，今虽临荒域，不得参与本朝，一国家之繁政，足下之外援也。若今楚平和，王则难治，足下忽有生命于子云，秦建保属，令得驾图由荆州出，不然，当复相少介于益州兄弟，使相纳受，倘天驾其年，人缓其祸，得归死国家，解不逃之父，名屈九泉，将复何恨？若时有险役，事有利钝，人命无常，允没不达者，则永嫌罪责，入于一途矣。袭营丘益州，仗越专征，国路左汉，虎贲紧闭，今日卒，下服为池卿，为国助时，秉失望之任，兼霍光之众，武侯九国，治欲在手，自古及今，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。夫爵高者优，深禄厚者则重，足下具爵高之任，当责重之地，言出于口，即为赏罚，一之所存，便为祸福，行之得道，即社稷用民，行之失道，即四方散乱，国家安危，在于足下，百姓之命，陷于执事，自华及夷，庸庸助望，足下任此，岂可不原揽载及费心？之由，荣辱之机，弃忘旧恶，宽和群思，审量五才，为官则人，苟得其人，虽仇必举；苟其非人，虽亲不受。以宁社稷，以稷下民，使立功成，则系因于管弦，乐勋于金石，愿君免之，为国自重，为民自爱，降恨尽之不自纳。搜索尽所记书书，尽投之于水。后刘璋遂使招晋，晋来入蜀，张以晋为八郡广汉太守。南阳宋仲子于荆州于蜀军，太守王商书曰：文修倜傥归尾，有当世之具，足下当以为指南。建安16年，转在蜀郡。19年，先主克蜀，以晋为左将军长史。先主为汉中王，晋为太傅，及尊号，册晋曰连获凤侯业，君临万国，速销惶惶，惧不能摧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作司徒，其敬夫五教，在宽，君其去哉？秉德无代，称廉义焉。晋虽年逾70，哀乐人物，又纳后进，清谈不倦，丞相朱、葛亮皆谓之败。张武2年卒，子卿，先晋邀梅，亲子游，景耀，中尉尚书，使晋兄是颍川陈纪，与陈俊元焕、平原华兴、东海、王朗等亲善，兴、朗及季子群，未出为公府大臣，贤与晋书，深成就好，情义款至，文多故不载。糜竺字子仲，东海渠人，人也，祖室获职，同客万人，资产巨亿。后徐州木陶千辟为别驾从事，迁卒，竹奉迁遗命，迎先主，于小沛。建安元年，吕不乘先主之出据袁术，袭下邳。鲁先主妻子，先主转军广陵海西，逐于是敬妹于先主为夫人。吴克2迁，经营货币以助军资，于时困溃，赖此复振。后曹公表竹岭，营郡太守，逐地方为彭城乡，皆去官。
随先主周旋，先主将士，荆州，遣逐先与刘表相闻，以逐魏左将军从事中郎。益州济平，拜魏安汉将军，班在军师将军之右，逐雍容敦雅，而旦河非所长，是以待之以上宾之礼。未尝有所统御，然赏赐忧宠。吴语，魏比，方为南郡太守，与关羽共事，而私好希儿，叛迎孙权。禹因父败，逐面服请罪。先主未欲以兄弟罪不相及，重待如初，逐残会发病，遂于卒。子威，冠至虎贲中郎将。微子昭，虎骑坚，自逐至赵，皆变弓马，善射御云。孙乾字公用，北海人也。先主领徐州，替魏从事，后随从周旋。先主之备曹公，遣甘自结袁绍，将士荆州。甘又与糜竺、据使刘表，皆如一旨。后表与袁尚书，说其兄弟纷争之变，曰：每与刘左将军孙公又共论此事，未尝不痛心入骨，相谓悲伤也。其见重如此，先主定益州，班自从侍中郎卫秉中将军，建礼赐糜竺，与简雍同等，亲之。卒。简雍字宪和，涿郡人也，少与先主有旧，随从周旋。先主至荆州，雍与糜竺、孙乾同为从事中郎，常为谈客，往来使命。先主入益州，刘璋见雍，甚爱之。后先主为成都，遣雍往说张，张遂与雍同于2载，出城归命。先主拜雍为昭的将军，忧有封邑，性简傲跌宕，在先主坐席，犹积聚轻夷，威仪不肃，自纵。是诸葛亮以下则独善一榻，相枕卧语，无所畏屈。10天汉境。9酿者有形，立于人家所得酿具，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。雍与先主游观，见一男女子行道，谓先主曰：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服？先主曰：卿何以知之？雍对曰：彼有其具，与欲酿者同。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酿者，雍之滑稽，皆此类也。一即字伯姬，山阳人，少一一人镇南将军刘表。先主之在荆州，即常往来自托。表卒，遂随先主南渡江，从入益州。益州既定，以及魏左将军从事中郎，见戴雅于简雍、孙乾等。且冬始于吴，孙权闻其才变，欲逆者以辞，即事入拜。权曰：劳是无道之君乎？即对曰：一拜一起。未足未劳，及之积节，类皆如此。权甚异之。后迁昭文将军，与诸葛亮、法正、刘巴、李严共造蜀科。蜀科之治，有此5人焉。秦密字子赤，广汉绵竹人也，少有才学。州郡辟命，辄称及不往，奏冀州牧刘焉。见如是任定祖曰：袭百里，简属矣。其爱而定策。甘罗子其以铜冠而立功，故书美黄发。而亦称颜渊，故之选士用能，不居长幼，民矣。来者以来，海内察举，虑多英俊而宜就齿，众论不齐，一同相伴，此乃成平之享步，非乱世之急务也。夫欲救为辅乱，修己以安人，则宜着落超伦，与时殊去，震惊邻国，害动四方，上荡天心，下合人意，天人既和，内省不救，
虽遭凶乱，何忧何惧？袭楚业，攻好龙，神龙下之，好未彻天。何况于真？今楚士任安，仁义直道，留民四远。如今见察，则益州司服，袭汤举一饮，不忍者远。何武共二公，双名逐国，故贪寻常之高而忽万仞之松，乐面前之事而忘天下之欲。思成亡古之所重甚也。夫欲凿石所，欲吼蹦求诸，今乃随何炳然？有如皎日，复何宜哉？诚之，昼不操烛，日有余光，但于情区区，贪尘所见。刘璋时，密同郡王尚未至中从事，与秘书曰：贫贱困苦，亦何时可以终身？便合劝谕以要事。一役来，与周尊相见。忧许由，非不弘也，喜其良耳。楚聘庄周，非不广也，直干不顾。亦曰：却乎其不可拔。夫何劝之？有且以国君之贤，子谓良辅，不以事实见嚣张之策，未足，未至也。胡得报备乎龙母之中，宋严氏之丹瓢，永元县之棚户，时翱翔于林泽，余举逆等仇，听玄元之悲吟，察鹤鸣于酒高，安生未乐，无忧未服。处空虚之民，居不临之归。知我者希，则我贵矣。斯乃仆得志之秋也，何困苦之期焉？后尚未言君。平李弘立辞，密语书曰：疾病服逆，辅之足下未言李立。辞可谓后党秦类者也。官言文章，冠帽天下，犹一役操，山岳不移，使养子不叹，故自昭明。如李仲元不遭法言，令民必伦，其无虎豹之文故也。可谓攀龙附凤者矣。如杨子云：潜心著述，有补于世，弥帆不子，行参圣师，于今海内，谈咏、决词，邦有斯人，一要四远，怪子替资，不立祠堂，属本无学。是文翁浅相如东受七经，还教立名。于是属学比于其鲁，故地理志曰：文翁倡其教，相如谓之师。汉家的士，胜于其事，仲书之徒，不达风禅，相如治其理。夫能治理造乐，移风易俗，非礼所至有益于世者乎？虽有王孙之累，有孔子大，齐桓之霸，公羊贤淑术之让，胡亦擅长卿之化，一立祠堂，肃定其名。先是，李全从密借战国策，密曰：战国从衡，用之。何谓？全曰：仲尼、颜平，汇聚众书，以成春秋旨，归之文。故还以河流为大，君子以博士为宏。密报曰：书非史记周图，仲尼不采，道非曲无自然，颜平不掩，还以授予，遂一荡清。君子博士，非礼不是。今战国反复夷秦之术，杀人自生，亡人自存，今之所及，故孔子发愤作春秋，大呼居正，复至孝经，广陈德性，杜建防蒙，欲有所益，是以老士绝或于未蒙，岂不信邪？成汤大圣，独也于而有列主之师，定公贤者，见女乐而弃朝事。若此辈类，焉可胜臣？道家法曰：不见所欲，使心不乱。是故天地贞观，日月真明，其直如始。君子所负，弘范济哉？发于言茂，何战国之绝，全乎哉？
或谓密曰足下欲自比于朝，许4号。何故阳文早见？归隐乎？密答曰：仆文不能尽言，言不能尽意。何文早之？有阳乎？昔孔子3谏哀公，言成7卷，是盖有不可黑黑也。嗟！余行且歌，论家以光篇。余复咏沧浪，贤者以要章。此2人者，非有欲于时者也。夫虎生而文，凤生而五色，其仪五彩自是。化哉！天性自然也。盖何若由文心？6经由文起。君子一文德，才早其何伤？以仆之愚，有齿革子成之物，况贤于己者乎？先主既定一州，广汉太守夏侯缵请密谓师友祭酒，临5官，曰：称曰仲父，密称疾，卧在地舍。缵将公曹古仆，主不往仆，除善及密地宴谈。密卧如故。缵问仆曰：至于贵州养生之具，时绝于州矣，不知世人何如于州也？仆对曰：乃自先汉以来，其爵位者，或不如于州耳。至于著作卫士诗事，不复于于州也。言君平鉴，黄老作指归。杨雄鉴，亦作太演。见论语作法言。司马相如主武，立志封禅之文，于今天下所共闻也。缵曰：仲父何如？密以不及甲。曰：越民府务以重。父之言驾于小草。云请为民府陈其本纪。孰有问父之山？将出，其父必以会昌，神以见福，故能沃野千里。怀祭祀独，将为其首，此其意也。禹生10纽，今之问山郡是也。其遥遭洪水，闻所不至，禹疏江决河，东注于海。魏名徐亥，生民以来功莫先者，此其2也。天地不至访心，决政参伐，参伐则一州分也。3皇乘之车出谷口，今之斜谷氏也。此便比州之阡陌，民弗以雅议论之，何若于天下乎？余是缵逡巡无以复答。一州辟密谓从事祭酒，先主既称尊号，将东征吴，密陈天，时必无其力，坐下狱幽闭。然后代出，建兴2年，丞相亮领议，周穆选密营卫别驾，寻拜左中郎将、长水校尉。吴前使张温来聘，百官皆往见焉。众人皆急而密未往。亮雷前使促之。温曰：彼何人也？亮曰：益州学士也。及至，温问曰：君学乎？密曰：无耻童子皆学，何必小人？温复问曰：天有头乎？密曰：有之。温曰：在何方也？密曰：在西方。师曰：乃卷西故。以此推之，头在西方。温曰：天有耳乎？密曰：天处高而听卑。诗云：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若其无耳，何以听之？温曰：天有足乎？密曰：有。诗云：天不艰难，之子不由。若其无足，何以不知？温曰：天有信乎？密曰：有。温曰：何信？密曰：信流。温曰：何以知之？答曰：天子信流，故以此知之。温曰：日生于东乎？密曰：虽生于东而没于西。答问：如想，应声而出。于是温大敬服。密之文变，皆此类也。谦大，思浓。4年卒，出密见帝系之文。5帝皆同一卒，密辨其不然。之本
又论皇帝王霸养幻龙之说，甚有道理。乔允南少时数往咨访，记录其言于春秋，然否？论文多故不载。评曰：许敬肃有名誉，既以笃后未称，又以人物为义，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，蒋济以为大教郎妙器也。糜竺、孙、甘、简雍、一介，皆雍容丰毅，见礼于世，勤密使目肥钝之高，而无若愚之实。然专对有余，文藻壮美，可谓一时之才是矣。三国志卷39属书9。董刘马陈董吕传。董和字幼宰，南郡之江人也。其先本巴郡江州人。汉末，和律宗族西迁，益州牧刘璋以为牛秉江元长成都令。属土，父时，时俗奢夷，或职之家，侯服御史，婚姻葬送，倾家劫产，和功律以简，恶衣疏食，防恶于见，谓之诡制，所在皆宜封变，善畏而不犯。然训诫豪强弹劾严法，说张转和为巴东属国都，魏吏民老弱相西起流河者数千人。张听留2年，还迁益州太少，其亲约如前，与蛮夷从事，务推诚心，南土哀而信之。先主定属，征和卫长军中郎将，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事，现可替否？共谓欢交。自和居官实录，外目疏郁，内干积衡，20余年，死之日家无箪食之财，量后未成。相教与群下曰：夫参蜀者，即众司广中义也。若原小贤，南乡为父，况缺损矣。为父而得中，犹弃必敲而获珠玉。然人辛苦不能尽，唯徐元直处资不获。又董幼宰参蜀7年，事有不至于时反，来相乞告，苟能募元直之11，幼宰之殷勤，有忠于国，则量可少过矣。又曰：习出交州平，吕闻得失，后招元直，勤见其毁。前参事于幼宰，每言则进，后从事于韦、杜，数有见止，虽资信彼岸，不能吸纳。然于此4子忠实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宜于直言也。其追思何如此？刘8字子出，临征阳人也，少知名。荆州牧刘表连辟，及举茂才，皆不救。表卒，曹公征荆州，先主奔江南，荆、楚群士从之如云。而巴北邑曹公，曹公辟魏苑，使招纳长沙、临、贵阳。会先主略有3郡，巴不得反使，遂远视交趾。先主深以为恨，巴复从交趾治蜀。俄而先主定益州，巴辞谢罪父，先主不责，而诸葛孔明数称见之。先主辞魏左将军西曹院，建安24年，先主为汉中王，巴为尚书，后代法正为尚书令。公屡轻简，不治产业，幼子以归附非素，具见猜贤，公莫守静，退伍，私交，非公事不言。先主称尊号，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之。凡诸文告册命，皆巴所作也。张武2年卒，卒后，为尚书仆射臣。群与丞相诸葛亮书，问巴消息，称曰：刘君子出，甚敬重焉。马良字季常，襄阳宜城人也。兄弟5人，并有才名。乡里谓之燕曰：马氏5常，白眉最良。
梁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称之。先主领荆州，替魏从事，及先主入蜀，诸葛亮亦从后往。梁留荆州，与亮书曰：“闻洛城已拔，此天作也。尊兄应其赞。”是。配业光国，或召元仪，夫便用雅律，神贵垂名，予以简才，宜是其实。若乃和光越远，外的天壤，使时必于听，是服于道。其高妙之音，正正谓之声，并立于世，无相夺伦。此乃管弦之至，牙旷之调也。虽非中期，敢不及节。先主辟梁魏左将军曰：“后前使吴。”梁谓亮曰：“今贤国命，邪穆二家，幸为梁介。”于孙将军。亮曰：“军士自未闻。”梁即谓草曰：“寡君前。愿马良通聘计好，以少昆吴使为之助。其人即是荆楚之令，先于造次之华，而有克中之美。愿将心存纳，以为将命。权晋代之。先主称尊号，以梁魏侍中。及东征吴，遣梁入武陵招纳武。西蛮夷，蛮夷群帅率皆受印号，贤如懿旨。会先主拜击于夷陵，梁亦遇害。先主拜梁子秉为其都尉。梁帝肃，字幼长，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，除绵竹成都令、越西太守，才气过人，好论军纪。丞相诸葛亮身家气义。先主临薨谓亮曰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君其察之。”亮由，谓不然。以素为参军，每引荐谈论。自纣达业，建兴6年，亮出军向岐山，时有素将魏延、吴懿等。论者，皆言以为夷令魏先锋，而亮为众拔素，统大众在前，与魏将张。台战于街亭，魏台所破，士卒离散，亮尽无所惧，退军还汉中。素下狱误故，亮为之流涕。梁死时年36，素年39。陈震自校起，南阳人也。先主领荆州牧，替魏从事，不诛郡。随先主入蜀，蜀既定，魏蜀郡北部都尉，因义郡民。魏问，山太守，转在前尉。建兴3年，入拜尚书，迁尚书令，奉命使。吴7年，孙权称尊号，以正魏卫尉。贺权见作，诸葛亮与兄。谨书曰：“孝启忠纯之信，老而易笃。”及其赞述东西，欢乐和有可贵者，正入吴界。移观后曰：“东之与西，一时往来，观盖相望，深蒙初好，日兴其事。东尊印宝圣座，告辽寿服，吼叛徒语，天下回应，各有所归。于此时也，以同心讨贼，则何寇不灭哉？西朝君臣，引领新赖，朕以不才，俄充下使，奉聘序好，渐渐踊跃，入则如归。献子士鲁，犯其山会，春秋击之，望必起告，使行人慕焉。即日张京告众，各自约事，顺流票集，国典议制，俱或有为，信必真毁，是其所宜。朕告武昌，孙权与朕生谈煞盟，交分天下，以徐豫幽亲属。吴并梁冀